天丑会替地营会需要有人降生，时机已至，老母娘亦有无奈之处，才舍下皇母之96元胎佛子，以其降临凡间，接受种种历练，屡次的差援佛东土，而下来一次反一次不肯至凡，于是老母娘每次差遣援佛子下凡降临东土，每来一次又回去一次，就是不肯留下来治理凡间东土。无奈何为我造下血酒3山托红，醉了菩萨佛身，在无可奈何之下，老母娘只好造下血酒，在3山托红醉了原本就是佛菩萨的原胎佛子，设一个大仙池期来洗澡，趁机会先一邪收回礼天。老母娘还设一个大仙池，好让大家一起来洗澡，趁机会将大家的仙衣仙鞋都收回礼天。众佛子就醒来，不见母面，又不见仙衣鞋可在哪边。众佛子就醒之后，却见不到老母娘，又不见仙衣仙鞋，为娘我悲痛泪源自呼唤耳。众等速东奔，莫要再敛老母娘，因为要与众原胎佛子分离，故而心中感到悲痛而流泪，并且呼唤众佛子速速往东土而去，千万别再留恋于礼天之舒适自在。若是仙衣鞋交与尔等儿，哪个亦不肯再是临凡老母娘？若把仙衣仙鞋交给原胎佛子，则又没有一个肯降临凡间留下来治理世界。这树枝和树叶遮寒地冷，饿了吃松果子，可饮清泉，到了凡间，若天气寒冷，就折些树枝和树叶来遮盖身体，以御寒地冷。若肚子饿了，就取松子果子吃，口渴了，就取清凉泉水喝。众佛子如调回悲哀悲叹，问母我至何时方把家还？众佛子听了老母娘如此吩咐，皆如吊失了魂魄一般，悲伤地哀嚎叹息，纷纷问老母娘，我们到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呢？母言答：3期末打开普度清烧书清寂信清度佛缘。老母娘回答说，等到3期末节大开普度的时候，老母娘会亲自烧书寄信给大家，并且亲自来度化众原胎佛子，告一回家之路。将相信书皇母训子十戒以及天佛圣训，都是皇母烧书信度化佛子众生。众儿女心由一悲生大放为母，我且合同赋予。皇元听了老母娘的话语，众原胎佛子心中有存惊疑，悲伤地放声大哭。老母娘见众佛子如此惊疑悲痛，于是写下了合同给众原佛子，以作为将来回天之凭证。求到时的合同皆是凭证。
自此我元佛子东土而分至世界为男女在地人焉，从此皇母之元胎佛子便向东土分时而去，便治理世界，或为男，或为女，并传递人间烟火。母子分各东西，好不难过。自此我众佛子受尽熬煎子各分东西，令老母娘内心好难过。而众佛子自此以后却受尽无限的折磨与煎熬。唐李白骨风师名利图煎熬，安的咸鱼不。至今时区只算6万年，载每想而在世苦母心难安。自三山托一别到现在，屈指算来已有6万年了。